2月6日集合點。所以第二步對我們所有人來說，都是一個振作之點。無論是不可知論者、無神論者，還是過去有過信仰的人，我們都能共同走出這一步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28頁。我感到 AA 是受到上蒼點化的方案，而上蒼也會出席我們每次的會議之中。我看見了，也相信 AA 確實奏效了，因為今天我保持了清醒。通過參加會議，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了 AA 和上蒼。如果上蒼在我和其他每個人的心中，那麼我就是整體中的一小部分，而不是獨一無二的人物。如果上蒼在我心中，並通過他人與我交流，那麼我也必須作為上蒼與他人交流的渠道。我應該遵守協會中的一些精神原則，並且認真地去執行。這樣做的回報就是使我得到心智健全和神志清醒。